台中罗厝国小的台基浸水式教学受到国教署肯定，不过团队老师出来澄清，讲去年陪过新校长上任了后，就甲因刁难。校长是解释讲呢，遵照行政流程，无针对特定的计划。守护台语，守护台语，终止霸凌，终止霸凌。一年人伫台中市政府头前真正抗议，要求市府爱出来主持公道。罗厝国小台湾台语浸水式教学计划团队表示，因2021年开始参加国教署台湾台语浸水式的教学，和学生为生活、课程各方面来接触台语。但是2024年8月，新任校长到任了后，教学相关的计划执行、经费申请开始受刁难，质疑校长打压台语教学。赵助良校长伊一来就要开始停掉这个计划，用足侪方式来阻挡啊，所以阮就有足侪业务费拢无法度去来使用。核销的过程，校长一再针对我们说，我们的核销有问题不实。问题是，你如果核销，每一个社群应该都是一样，教师社群为什么一直针对我们，就是要让人家误会我们。面对老师的指控，罗厝国小的校长表示，学校一直真支持母语教学。伊去年到任了后，是针对校务流程进行规范，无论是采购、核销等等，拢遵照行政甲会计定序，并无针对特定团体也是计划的要求。阮学校即马咧执行的所有的规定吼，拢是符合行政规定，然后会计程序。迄其实是为着要保护咱的同仁，咧做工课时阵，伊不但会使担任伊的专业，行政上的这个琐事呢，也不会因为不小心而触法。那局这边其实尊重学校他自己校内的行政流程，跟自主去争取更多的计划资源。当然，我们也很感佩老师们在本土语教学上面推动的一个热忱啦。那我们希望双方能够有机会可以进行沟通，那局这边会提供必要的协助。教育局表示，尊重学校校内的行政流程，嘛已经受理老师申诉校长伫工课场霸凌。教育局会依照规定成立调查小组，赶紧厘清真相。记者杨淑晴台中报道。